通教册，伊教册中文教大是讲，要来教台文，所以伊嘛会晓写诗，嘛会晓唱歌，但你看伊主持唱歌唱得真好吼。第二位吼，第二位曹小姐，知道？妹妹吼，伊较专业啦吼，因遮吼。尤其是业余的，有专业的，拢四过走，四过唱。咱知影曹敏英吼，曹英明啦，对对。因这个团叫做台湾新民歌诗歌走唱团啦，台湾新哦新啊，台湾的新民歌诗歌走唱团哦。因今仔本来有负一个组合哦。等下，迄个王家碧，迄个今仔无来，因为因出代志。过来周淑珍老师吼，周淑珍老师来看者吼。大春啊，大春在嘛？大春艺术家。大春那个是家吼。咱今仔嘛有一个画家吼，有一个画家嘛是咱原来的，江老师有一只无？无只吼，江老师嘛无只吼。OK 嘅，就是讲诗甲画做一个结合。我想讲伫迄个一年周年庆的时候，阮是来唱3条歌。我唱歌之前呢，我想咱甲迄个歌谱摕来，因先刷学一下台语，因为我知影吼，大家拢会晓讲华语，拢会晓讲台语。所以你若迄个谱个第一看嘛呢，第一首。望家碧，坑完时就落去。过去为家己有淡薄咖味，互人食到心凉地土灰哪难伊？阮变为新世纪的把戏，五行六市上好趁钱。即马拄啊伫田中重新开幕，行着受正人关心的望家碧。这段万千万尾并肩日子，校园充满着短甜的情诗，看着少年对决的动力，互阮人生来变歹戏。不管身躯年几项气味，专心写前去，用心开始。家己若要好香味，爱有土地好经济，温暖的老光来布施，爱用柔软的手势香，陪出心头的酸味，来自家己的家味，饮落后淡薄苦涩味，是咱会使调出精彩人生的甘甜。好了。钟元老师的简历是曾任赖和纪念馆的馆长，曾获第6届黄溪文学奖的特别贡献奖，曾获吴浊流文学奖新诗奖，曾获行政院丛书金鼎奖、彰化师大台文所的作家讲座，南华大学的文学系的讲座作家，彰化师范大学的彰化学等等等，有非常多的著作。接下来我们的演唱乐团，我们就来听他们的歌诗走唱团《台湾新民歌》。这首为大家演唱的歌诗是《望家碧》。
气味，全身洗清气，重新开始。咖啡，若要好看味，爱有土地好剪枝，温暖日头光来抱死，爱用柔软手细行，飞出心头的酸味。我香港各位姐，咱家有秀传医院是你那个学阿美吴宝春的老师，哎，吴宝春的老师，啊，李登辉总统的女儿，啊，李安娜小姐，啊，然后我们的吴金兰女士，啊，吴子吴伟，这里其实光盖云集，谢谢你们在这里，弃补基金会也是我们星光钢铁董事长的好朋友，谢谢你们，还有我们公益电视台的董事长，谢谢你，彰化所长，谢谢你们，谢谢你们。好听无？我拍电话咧吼，你若先咖啡吼，咱即马等去，咱有咧啉椰子咖啡的时阵，想到歌啦，这歌，所以这歌咧，拢是为因写，为这小朋友写的吼。因为咱知影，改变一个人，毋是讲爱改变伊的心，伊的心较变软去，